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斌。除咗二手樓呢，近期港人朋友買得比較多嘅樓盤呢，咁肯定有柏林騰在啦。點解咁多港人買呢？好簡單嚇，就係佢嘅性價比、品質、交通、配套、環境，呢個片區柏林都係數一數二嘅。早期打造嘅定位呢係高端樓盤嚟嘅，依家呢價單8000蚊，送裝修、送家電、送家私。配套方面呢，樓下就係商業街，成條街呢都係好繁華嘅。交通方面呢，門口有巴士直達深圳嘅口岸。環境方面呢，佢園林做得好靚嚇，出邊嘅繁華又唔會嘈到小區，居住嘅氛圍又好，呢個呢就係佢嘅性價比。而且呢，裝修係升咗級嘅，依家買咗之後呢，唔使再改過㗎，拎包入住就得啦。戶型方面呢，又好靚嚇。贈送面積高啦，佈局又合理，呢個呢就係咁多港人朋友買嘅原因。我係阿斌，惠州想睇咩樓話我知。